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南非西北语的第31堂课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用西北语讲时间。马扎鸡或者雷扎鸡，意思是日。马扎鸡，马扎鸡。雷扎鸡，雷扎鸡。di ora 或者 ora 意思是小时。di ora， di ora， ora， ora。mezzozo或者mezzozo意思是分钟。mezzozo， mezzozo， mezzozo， mezzozo。让我们再说一次。马扎鸡，雷扎鸡。di ora， ora， mezzozo， mezzozo。我们的课结束了，请记住要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下节课见，再见。